芭蕾奥运乒乓倒球这个部分是派到曾智嫣、林昀儒，甲第一届来参加到奥运的高成瑞组成到倒球男子的团体。嘛因为咱的倒球男团的世界排名落降2名，来到第6名，所以恐今日的8强赛的时阵都会真苦战。 加油加油，搁再加油！芭蕾奥运比赛第要上场，倒球比赛同款受到关注。这边同款由校长曾智嫣带领小林同学林昀儒，含头一摆参加奥运的高成瑞做倒球男团，只想要争做上强的男团，恐惊在8强赛会先拄到难关。 因为国际倒球总会上升世界排名，男团部分台湾降2名来到第6名，前5名分别是中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和南韩。代表台湾不都提下正式争取，注定一定要拍8强赛，有可能会拄到中国、德国、法国或者是日本，其中一队对手待等到7月20日抽考才会知。 参加查甫单打男团混合双打的小林同学，除了伫男团方面有艰难的任务，混合双打会争取学会当为第2枪变做学子的单师傅，两人爱互相了解，拍球作战补习。查甫单打林昀儒是排第5争取。因为这1个月就尽量也是比赛比较少，然后就尽量在这多花一点时间在第7个混双训练。 平常时，就真比赛小林同学要用实力甲人车拼，希望伫咧芭蕾奥运比赛一关斩过一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